大家好，我是小虾米。今天做了番茄炒蛋，用了3颗鸡蛋，还有1颗番茄。1颗番茄10元而已啊！3颗蛋，我买那个红壳的1颗大概是不到6元了。所以这一盘大概就是差不多不到30元了，不会超过30元。你看这样蛮多的，可是你去自助餐买可能就很贵啊。所以简单的料理其实可以自己做啦。如果说你不方便下厨要去买，你就加少一点啦。这个自助餐都会卖比较贵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